聽過噶啦，即係阿保羅講佢信主嘅經過，所以你都知噶啦。咁變咗一陣間有一啲咧，可能我等你哋解吓，即係因為你已經聽過啦嘛，咁你解翻吓。好啦，咁第一段咧就係。我哋成個26章咧，就係叫做阿保羅咧喺亞基帕王，上次記唔記得啊？嗰個王咧，本來係嗰個總督噶嘛，但係後尾剛剛有個君王嚟到，咁就即係就叫阿保羅咧喺佢面前，等呢個亞基帕王咧即係審問佢咁啊。咁咧保羅就喺呢個王面前咧就作咗見證啊嚇，咁啊32節。咁咧，亞基帕王就准阿保羅為自己辯明。亞基帕咧對保羅話：准你為自己申訴。於是保羅就伸手辯護啦。咁伸手咧有一個解釋就話，即係一個好禮貌咁樣，即係表示佢講啦咁。嗱，准你為自己申訴係咩意思咧？呢一次咧係非正式嘅聽證會，唔係受審判，而係咧辯明個情況。即係睇一睇個即係總督等呢個亞基帕王嚟主持，所以咧佢有呢個指令。亞基帕王話：准你為自己申訴咁，即係唔係審問佢，所以咧俾阿保羅咧講講嘢嚇。咁嗱，我就將亞基帕王同保羅兩個咧作一個嘅比較。咁亞基帕王咧就係坐喺度嘅君王嚇，咁保羅咧就係企喺度嘅囚犯。咁亞基帕王咧就係精通猶太宗教嘅君王，上次講過啦，佢係精通猶太人嘅信仰啊嗰啲嘢嘅嚇。咁而咧保羅咧亦都係深諳，即係好清楚知道屬靈真義嘅使徒啊。咁亞基帕王咧坐喺寶座上，但仍然受罪惡奴役啊，因為佢冇信耶穌啊嘛，未受罪惡奴役咯。咁保羅咧係為主被囚，係坐監，卻滿有君尊嘅地位嚇。呢個君尊嘅地位係喺神裏邊嘅地位嚇，咁嘅意思。好啦，咁咧你哋有冇讀生命之道啊？而家網上嘅今期箴言都個老師都講咗幾次，有啲線形結構啊。咁前嚇。我喺呢度。嗱，咁呢個線形結構咧，即係好似一把線咁，佢即係 A 同 B，然之後咧就有陣時咧就係 B 派 A 派，但係佢呢度就唔係 A 同 B，然之後 A1 B1，咁 A 咧就係講保羅過去嘅經歷，第4到第5節，咁咧就B 咧就見證復活嘅真理，第6到第8節。咁咧 B 咁呢個 B1咧又係一樣，有見證復活嘅真理嚇。咁 A 咧保羅過去嘅經歷，但係 A1咧就係保羅重生嘅經歷，即係一個係過去，一個咧係即係現在嘅嚇。咁呢個即係叫做線形結構，唔係聖經話有嘅，係嗰啲解釋聖經嘅人，佢覺得咁樣幾得意啊，咁咧就作咗呢個線形結構呢一個嘅術語出嚟嚇。咁嗱，好禮貌嘅引言啊，咁你阿保羅就先同佢講，佢話亞基帕王啊，猶太人所控告我嘅一切事，今日咧都得以喺你面前辯護，實係萬幸啊，真係好好彩。更加慶幸嘅咧就係你又熟悉猶太人嘅規矩同佢哋嘅爭論，所以同你耐心聽我。嗱，覺得好萬幸，又甚至慶幸係咩咧？表面上係客套話。但係其實咧，真係真心嘅感嘆，絲毫咧冇喺度即係巴結佢咁嘅意味嘅。保羅咁樣嘅講嘅意思咧，就係因為咧羅馬總督菲斯都咧，即係上一章所講嘅啦，對猶太人同埋基督徒嘅信仰咧完全陌生，所以無法深入了解，對以致保羅嘅自我辯護咧，有如對牛彈琴一樣，因為佢都唔識你哋啲猶太人嗰種嘅誒諗法啊，同埋你哋嗰啲嘅又話摩西五經啊，即係嗰啲嘢信仰啊，佢都唔知你哋係點嘅。咁所以咧，保羅佢係有自我辯護啊，喺上一章嗰度講，但係好似對牛彈琴咁樣啊。你知對牛彈琴係咩意思咧？即係你講俾佢聽咧，佢都唔明你講乜啊。咁嗱，注意咧。保羅咧喺總督菲斯都面前咧，
分數嘅重點係佢喺法律上嘅正直同埋無辜。因為我哋上次講過啊嘛。嗰個總督最擔心嘅，甚至佢哋整個羅馬政府一見到你哋呢班猶太人咧，最擔心咧就係佢犯法嚇、犯法。第二咧就係搞亂檔，即係作反啊、作亂啊嚇。咁當然咧，佢哋呢啲佢哋自己宗教嗰啲嘢咧就唔理㗎，等佢哋自己理。除非咧到一個情形，佢哋要即係要令到人哋死，要處死人咧。咁羅馬政府就喺當中啦啊！咁所以咧呢度話咧，佢阿保羅喺總督菲斯都面前咧，佢嘅重點咧就係講法律上嘅正直同埋無辜，因為佢最緊張啊嘛。如果你犯咗法，咁佢要懲治你，要懲辦你噶嘛，係嘛？所以佢就集中講我冇犯法啊！我上次未講佢嚟咗12日，如果我有犯法，你哋都見到啦。有做得啲乜啫？十幾日，但係呢位出名嘅猶太宗教問題專家咧，佢係好熟悉猶太人嘅規矩同埋辯論嘅喎。咁啊，呢個亞基帕王嘅面前咧，仲保羅咧就着重見證佢嘅蒙恩經歷同埋信仰嘅正統，因為佢諗住呢個人出晒名係了解佢哋猶太宗教問題噶嘛，咁所以佢就即係盡量把握機會講出佢自己信仰係即係真正嘅信仰係點嘅。咁保羅咧為復活嘅指望咧而受審，呢度咧就係嗱，呢度頭先講話誒誒坐着嘅君王就亞基帕王，保羅咧就企喺度嘅囚犯嚇。咁呢幅圖咪咯，坐着嘅君王喺度聽，保羅就企喺度嘅囚犯。哇！原來你睇唔睇到啊？有晒鎖鏈嘅，仲係嗰個羅馬兵咁樣鎖住佢，即係走唔甩嘅啊！即係咁樣。呢個圖都幾清楚嚇，我都揾咗一排啊，揾到呢個圖。咁咧，保羅就話啦：我自幼為人係點樣？從起初喺本國嘅同胞中，以及喺耶路撒冷，所有嘅猶太人都知啦，即係都識我啦。佢哋如果肯做見證，就知道我從起初咧係按住我哋教中最嚴謹嘅，應該唔係呢個緊啊，聖經應該係言字邊嗰個嚴謹嘅教門咧，作咗法利賽人。咁呢度保羅咪介紹佢自己咯，我自幼為人點樣？睇從起初喺本國嘅同胞中，你哋個個都見到噶啦，即係知道我係點嘅，甚至喺耶路撒冷，你哋所有猶太人都知道。所以如果你哋肯做見證咧，就知道咧，我係由後生嘅時候起初，後生嘅時候已經按住我哋教中最嚴謹嘅教門咧，做咗法利賽人。你記得以前都成日有提法利賽人同埋撒都該人啦，但係兩個教派嘅信仰嘅重點咧係有啲唔同嘅啊。咁從起初喺本國嘅同胞中咧，本國嘅同胞大概咧就係指保羅原居地基利加大數嘅猶太人，即係講佢自己鄉下，佢自己鄉下嗰班猶太人。咁所有猶太人都知道咯喎，咁即係保羅咧自幼就有不凡嘅表現，喺加拉太書1章14節嗰度講嘅，所以好多同胞咧都知道佢。咁但係其實咧，即係佢哋住嗰啲嘅鄉鎮咧，同我哋而家呢啲城市係咪唔同？佢嗰啲鄉鎮人人都識嘅，個個隔離左右冚唪唥都識嘅，所以佢好多同胞都識佢。同我哋呢啲大城市就唔同啦，真係你隔離嗰個可能都唔識啊，即係咁。佢話按住我哋教中最嚴謹嘅教門作咗法利賽人。我哋教中咧就係教裏邊咧就係指猶太教，法利賽人咧當時猶太教裏邊咧信仰比較純正嚴格，遵守摩西律法嘅一派就係法利賽人個派，另一派咧撒都該派咧就係有啲嘢佢哋唔接受嘅，佢哋唔承認有復活呢一回事嘅即係但係咧法利賽人咧就係嚴格遵守摩西律法嘅一派。但係又問問你哋啦，喺耶穌時代，點解耶穌責備嗰啲法利賽人係粉色嘅墳墓啊？有冇聽過啊？崇拜牧師講有冇講過？
即係法利賽人。點解耶穌好似好睇唔起呢啲法利賽人咁嘅？咁又話呢啲法利賽人係嚴格遵守摩西律法嘅一派喎。咁點解啊？耶穌即係覺得佢哋咁差咧？嗯，耶穌話你係粉飾嘅墳墓，耶穌批評佢哋嘅喎。嗰陣時嗰啲法利賽人點啊？你估佢哋有冇嚴格遵守摩西律法，遵守舊約聖經啊？嗱，你估佢有冇啊？嗱，應該有，因為應該冇，應該有啊，抑或應該係有。應該有，係嘛？點解應該有啊？佢點解應該有？大聲啲，嗱喺出邊聽唔清楚。應該有，因為係嚴謹噶嘛，係嚴謹嘅一派嘛，係嘛？嗯，咁但係咧就有一個毛病，耶穌話佢哋係粉飾嘅墳墓。因為佢哋嘅愛心唔足。嗯係啦，因為佢哋咧只有行為，就冇實際嗰個內心嘅愛，對人嘅愛啊、關心啊，同埋咧就係好自義啊！你未記得？係啦，即係好自義，成日覺得我係啱嘅，我哋法利賽人嗰啲律法，我哋遵守晒，我哋啱嘅。咁啊，對你哋啲其他人咧就睇唔起啦。但係其實耶穌咧就批評佢哋，淨係喺行為上。一味講即係做，但係咧冇嗰個內心嗰個實際啊！嚇，好啦，咁啊係而家咧，我喺呢度受審，係為咗對神向我哋祖宗嘅應許存着盼望。嗱，今日佢好似仲講到個盼望，呢個應許咧，我哋12個支派晝夜切切咁侍奉神，都指望得到。王啊，我正係因為呢個指望咧，被猶太人控告嘅。係嘛？因為呢個指望、盼望嚇，好啦，咁一陣間會繼續講落去嘅。神向我哋祖宗嘅應許，神向我哋嘅祖宗應許啲乜嘢啊？佢嘅祖宗咧就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應許嘅，應承佢嘅係咩啊？地上嘅萬族都要因佢哋嘅後裔得福。呢個佢哋嘅後裔單數啊，你知邊個？就係指耶穌基督。即係地上嘅萬族咧，都要因為耶穌基督得到福氣，係嘛？咁我哋而家係咪因為耶穌基督得到福氣啊？係啊，我哋係萬族之中嘅一族，係嘛？咁所以從起初喺本國嘅同胞裏邊咧，sorry 啊。係神向我哋祖宗嘅應許，就係應許話將來地上萬族都要因你哋嘅後裔而得福，而呢個應許咧，嗰個後裔咧就係耶穌基督啊。咁即係阿保羅佢就將祖宗即係猶太教所信嘅嗰個祖宗嗰啲嘢一路拉近，拉到去係主耶穌身上啊。好。佢冇講，佢喺呢度冇講主耶穌。不過咧，佢嘅意思就係講主耶穌基督啊，存着盼望。呢個咩盼望啊？嗱，猶太人咧就認為神所應許嘅咧就係指彌賽亞要嚟拯救佢哋。彌賽亞咧個正式嘅意思咧即係救世主，彌賽亞即係救世主，將來會有救世主嚟拯救佢哋噶。咁保羅咧就認為主耶穌死而復活咧，就顯明佢就係所指望嘅彌賽亞啦，救世主啊嘛，係嘛？死而復活嘅，咁將來又救到其他人啊，因為信耶穌而得救，咁呢個咪就佢所指望嘅彌賽亞呢位救世主咯。相信主耶穌就係彌賽亞，並且宣告佢已經復活，呢兩件事咧係狂熱嘅猶太教徒不能容忍嘅。保羅因此受同胞嘅控告，嗰啲猶太人唔能夠容忍彌賽亞救世主已經嚟咗，就係耶穌。佢哋認為耶穌係一個普通人，冇可能係救世主。並且咧，佢哋班信耶穌嘅人咧，就話耶穌已經復活。咁咧，嗰啲猶太人又係好刺激嘅，尤其是撒都該人根本唔相信有復活噶嘛，好好激動嘅。
所以呢兩件事咧就係狂熱嘅猶太教徒咧唔能夠容忍嘅。於是乎，保羅因此受同胞嘅控告啦，因為保羅喺度講呢一啲嘢嘛。咁12個支派，新約時代嘅猶太人，主要咧係被擄回歸嘅南國猶大、便雅憫兩個支派，北方十個支派被擄，所以保羅就話12個支派，即係話咧，雅各咧有12個仔，咁後尾就成為12支派，咁但係以色列國咧就後尾就分為二啊，分為二，北方10個支派就叫做以色列國，南方咧得返2個支派，就係猶大同埋便雅憫兩個支派就叫做猶大國啊，但我哋係簡略咁講講啦嚇，就係咁樣嘅。咁神咧係使到死人復活，你哋點解判斷為不可信呢？咁即係阿保羅都單刀直入啊！啊，頭先一講就係嗰個盼望，盼望就係話將來主係即係我哋會同主一齊嚇。佢都冇詳細講啦，不過我喺呢度講嘅啫。咁然之後即刻咧就講到使到死人復活，即係死人復活咪就係耶穌基督咯。咁點解你哋話唔可信呢？咁嗱呢句説話咧就係對自稱信神嘅亞基帕王講嘅。法利賽人相信死人復活，但係撒都該人就唔相信，邏輯上又唔合理嘅喎。因為神係全能嘅，咁既然相信神，點解會認為神能夠使死人復活呢？即係神係全能啊嘛，神係全能咪即係可以使死人復活咯。咁你又話你係信神嘅，點解你又唔信神係復活嘅主呢？啊，即係保羅喺呢度真係。即係俾機會佢為主作見證，俾機會佢講信耶穌嘅嘢，佢盡量講啊，唔使驚。從前極力逼迫耶穌嘅門徒嗱，咁呢度咧就係保羅開始講佢嘅身世啦，啊，講佢即係以前係點嘅嚇。咁阿 Brenda 你同我讀好嘛？9節、10節、11節3節嚇。從前我自己認為必須竭力反對拿拿撒勒人耶穌的名，呢度有一個睇唔到，耶路撒冷也曾這樣做過。我不但從祭司長得了權柄，把許多聖徒收在監裏，而且他們被殺，我也表示贊成。在各會堂，我屢次用刑強迫他們說褻瀆的話，我非常厭惡他們，甚至追逼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鎮。好啊，唔該晒。必須竭力反對拿撒勒人耶穌嘅名嗱，因為佢係一個虔誠嘅法利賽人，所以咧從前咧認為必須竭力反對拿撒勒人耶穌嘅名，因為嗰啲法利賽人即係我都好沉氣啦，成日都講啦，佢哋覺得耶穌只不過係一個木匠嘅仔，邊有資格做佢哋嘅救世主啊？所以咧佢就覺得。即係一定要反對耶穌啊！拿撒勒人耶穌，佢哋以前就係咁嘅，因為咧好多人都用呢個名，其實耶穌呢個名有第二啲人都有用嘅，不過聖經好少記載。咁佢咧就講埋佢個鄉下拿撒勒人耶穌咁嘅意思，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啦嚇，而家就唔係啦。可能佢話啊，佢係台山阿毛啊，佢係上海啊邊個啊，佢係廣州啊邊個啊咁，即係講埋佢嗰個鄉下，因為好多人個名一樣，或者背景又一樣，隔離鄰舍咁，唔知邊個打邊個，所以要講埋係咁樣。好啦，嗱咁呢度咧，呢度講阿保羅咧，佢係即係首先佢喺祭司長嗰度得咗權柄，咁佢又做啲乜嘢？第一佢做啲乜嘢？阿佩英喺呢度講佢做啲乜嘢？第10節。得咗個權柄，個權柄係俾佢做乜嘢？俾佢有權做乜嘢？事咯，啊，俾佢可以話事咯。可以話事，可以嗯，做啲乜嘢？行動上可以做啲乜嘢？好多聖經個信徒喺監裏邊，誒即係首先就困嗰啲聖徒喺監裏邊，係咪？係啊，第二咧，
佢入坐就監仲要點啊？殺咗佢哋。殺咗佢哋啦，嗰都嗯，表示贊成啊，佢就即係贊成做呢樣嘢。好啦，咁啊，第三佢又做啲乜嘢？又可以用刑逼強逼佢哋講嗰啲咩話？褻瀆嘅話，褻瀆咧，褻瀆。凡真係即係唔尊重神、詆毀神咧，就叫做褻瀆啊。嗯咁嗱，首先又將人翻收監啦，然之後咧又殺人啦，然之後嗰啲冇被殺冇收監嘅咧，又用刑咧，可能已經收咗監啦，強迫佢哋講褻瀆嘅話，即係詆毀神。你呢班人話信耶穌，就叫佢要講一啲詆毀神嘅嘢，咁其實都好差㗎吓。佢話咧，我好厭，我非唔該晒啊佩英嚇，我非常厭惡佢哋，甚至咧追逼佢哋直到外邦嘅城鎮，即係唔單止自己鄉下，自己嗰個城鎮，第二啲城鎮咧，阿保即係掃羅啦嗰陣時叫做，佢都咁熱心嘅，要去第二啲城鎮咧捉嗰啲人啊，咁咧呢度就係即係啦，我話你哋都識㗎啦，所以我等你哋解啦嚇。好啦，咁跟住咯用刑強迫佢哋講褻瀆嘅話係點樣呢？保羅反對拿撒勒人耶穌嘅做法。第一，褻瀆污蔑主耶穌，話佢係冒充神子嘅騙子，話耶穌係騙子。第二咧，抵擋反對基督徒有關主耶穌嘅言論。嗯。即係話你啲基督徒講關於耶穌嘅嘢，佢哋即係保羅喺嗰陣，即係佢未信主之前，佢好反對啊，佢即係覺得唔啱嘅耶穌嗰啲嘅言論，佢覺得唔啱嘅。第三咧，將好多聖徒收監，頭先阿佩英講咗啦。第四，強迫基督徒講褻瀆嘅話，咒詛主耶穌，拋棄信仰，佢就要人哋拋棄信仰啊。嗱，呢啲就係當其時保羅所做嘅。你估今時今日會唔會有一啲人都係咁樣對啲基督徒呢？你知唔知道有冇人係咁樣對基督徒嘅？有冇一啲國家或者有冇啲嘅地方係咁樣對基督徒嘅？你諗住會唔會有啊？嗱，因為你覺得而家文明社會唔會有呢啲嘢發生㗎啦，咁好多國有，家都有。應該有係咪啊？Jolin，你話有嗬？係啊，有冇喺中特別有東嗰呢啲人？啲穆斯林嗰啲國家，係啦，穆斯林嗰啲國家，你知唔知道啊？即係喺有啲國家裏邊，你直情唔可以派單張，唔可以同人講信仰嘅。而家喺中國就好似18歲以下未成年嘅，你唔可以同佢講福音，嚇，唔可以同佢帶佢信耶穌，好似係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以前係保羅佢嗰時係咁對啲基督徒，其實今日咧同樣喺好多極權國家、穆斯林嘅國家都係咁樣對啲基督徒嘅。有一啲國家裏邊未燒教會啊，冇罪嘅喎，佢嗰啲當地嗰啲官啊、警察唔理嘅喎，即係咁嘅。咁所以咧，呢啲就係即係逼迫，係真係逼迫啊！好，哇！呢個好長喎，呢一段揾邊個讀啊？揾阿雁讀啦，12、13、14、15，你夠氣喺出邊。那時我帶着祭司長的權柄和命令往大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中午的時候，看見從天上有一道光，比太陽還亮，四面照射着我和跟我同行的人，我們都仆倒在地。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對我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迫害我呢？你用腳踢刺捧是自找苦吃的。我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好，唔該晒啊！嗱，你哋嘅翻譯就係話大馬色嘅，係咪而家新嘅翻譯就係大馬士革啦嚇？咁我就帶住祭司長嘅權柄，佢唔係祭司長，但係祭司長俾佢有權，
同埋命令去大馬士革嗰度。嗱，我帶住祭司長嘅權柄同埋命令。嗱，祭司長嘅權柄同埋命令咧，實際上咧係一件文書啊，即係呢個文書就代表，因為文書所寫嘅嘢咧，就係祭司長寫嘅，即係嘅意思，所以就代表祭司長嘅權柄同埋命令，而證明呢個文書嘅持有者獲得大祭司嘅授權，緝拿罪犯，並且請各地公會俾佢哋協助。即係話呢個阿保羅咧嚇，佢帶咗呢個文書去到各地咧，就即係請公會，公會就係佢哋啲猶太人即係一齊噶嘛，法利賽人同埋撒都該人組成嘅。不過撒都該人咧就有嗰個行政啊，個地位嚇。咁啊係啊，阿保羅就帶住呢個文書，即係有呢個文書就代表祭司嘅權㗎啦。咁就要去緝拿嗰啲嘅罪犯嚇。咁點知咧，佢喺路上晏晝嘅時候，忽然睇見有一個光啊，比太陽仲光啊！嗱，呢度要解釋一下，比太陽仲光，仲光亮。如果係晏晝嘅時候，太陽咪應該好猛嘅，但係佢比太陽仲光喎。原來咧喺嗰陣時咧，佢哋呢啲叫做中東地帶咧，晏晝個太陽係好光嘅。但係咧，佢話呢度光咧，有一道光咧，比太陽仲光仲亮。咁呢個就係知道係一啲不同凡響嘅，係神所射嚟嘅嗰道光。我俾個圖你睇下，啊呢度個光幾犀利。啊呢幅圖係即係大概我哋了解到啦，啊就係咁犀利嘅嚇，係啦。咁四面咧就照射着我同埋跟我同行嘅人，咁我哋都仆低晒啊，因為太犀利個光都趴晒喺地下。咁我就聽見咧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希伯來話咧嗰陣時咧其實即係叫做亞蘭話，甚至耶穌嘅時候咧都係講嗰種話嘅，就對我話：蘇羅蘇羅，你點解迫害我啊？你用腳踢翅膀，係自找苦吃噶。咁我話：主啊，你係邊個？主話：我就係你所迫害嘅耶穌啊！即係耶穌向佢顯現啦啊！好，咁我哋解釋一下點為之用腳踢翅膀係自尋即係有苦吃咧咁。看見從天上有一道光，比太陽還亮，仲光亮過。正午呢係中東太陽最猛烈嘅時刻，但係保羅喺中午嘅時候呢，睇見天上有一道光啊，比太陽仲光嘅，顯然係超自然嘅現象。咁啊，又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對我講，就係當時所通用嘅亞蘭話。就算主耶穌在世嘅時候，都係講呢啲亞蘭話嘅。咁呢度話。你為什麼迫害我？主耶穌問啊，點解喺呢度唔係話為什麼迫害信我嘅人，而係為什麼迫害我呢？呢個咩意思啊？你諗下，阿保羅都未見過耶穌，都冇迫害耶穌，佢而家只不過係帶晒啲文書啊，即係預備周圍去捉人啫。咁點解耶穌話你係迫害我呢？因為就係好似後尾講嗰個主耶穌係葡萄樹，嗰啲嗯，基督徒就係枝子，咁啊佢傷害嗰啲枝子，殺害嗰啲枝子，咪就係即係傷害主耶穌。係啦嚇，呢個咧係好緊要嘅，即係話咧喺神嘅眼中咧，跟從佢嘅人咧就係好重要、好寶貴嘅。你啊，保羅啊，掃羅啦嗰時個名，你喺度迫害神嘅跟從神嘅人，即係迫害神，即係迫害耶穌。啊，呢度咧就係有個解釋嚇。喺呢度咧，主咧就俾掃羅睇見，佢同一切信佢嘅人認同啊。嗱，最緊要呢個術語，呢個名詞認同啊，你知咩叫認同啦嚇？並且咧係
即係大家拍埋一齊嘅認同啊，並且咧係與佢哋合一嘅。呢個就係元首與身體嘅合一。元首就係耶穌基督，身體咧就係教會，教會咧就係由基督徒組成嘅，所以咧身體就係基督徒啊。掃羅所迫害嘅咧係教會，但係主嘅話咧表明迫害教會就係迫害基督，因為教會咧係基督嘅身體，所以好重要嚇。佢話你用腳踢呢個刺棒咧係自找苦吃嘅，咩意思咧？刺係當時咧農夫訓練耕牛嘅一種方法。咁有時牛咧就會踢鋤地嘅泥或者車，要佢拉嘅時候，因為佢唔想拉咧，就用腳踢啊。佢唔中意拉即係要佢拉牛咁拉嚟拉架車嚟到即係種嘢嘛嚇。但係佢唔肯，咁咪用腳踢。於是農夫咧就喺佢要踢嘅地方咧裝上有刺嘅板或者棍啊。咁使到牛踢嘅時候咧就覺得痛，於是佢就停止唔再踢啦。結果咧就會信服佢嘅主人。所以呢句話咧比喻咧係唔自不量力，都唔知自己嘅力量係幾多，螳臂當車嚇。知道呢個成語咧嚇？唔單止徒勞無功，反而咧深受其害。你咁樣逼我咧，只會俾你自己帶來更多嘅麻煩。所以佢用呢個比喻啊。用呢個牛踢嗰個地嘅有刺呢一個比喻嚟到表示咧，你咁樣逼我咧，你自討苦吃嚇，俾你自己帶嚟更多麻煩。跟住繼續講咧，嗰陣時掃羅咧就話：主啊，你是誰？主啊，呢個稱呼咧表示佢知道同佢講笑話呢一位咧唔係普通人，唔係等閒嘅人士，就係在上有權柄嘅主。咁主咧就話：我就係你所迫害嘅耶穌。耶穌咧意思即係俾個被釘十字架、死咗又復活、升天嘅拿撒勒人耶穌。當耶穌在世嘅時候，掃羅從未直接迫害過佢。喺呢度咧，主俾掃羅睇見，當佢迫害耶穌嘅門徒嘅時候咧，就係迫害耶穌。咁呢一個聖經真理明唔明白明白。啊？即係清楚嘛？平時好似好少講嘅呢樣嘢，但係講到呢一句，講到掃羅呢個異象咧，就一定會提。明明咧，掃羅同嗰班法利賽人係迫害信主嘅人啫嘛，但係耶穌話你迫害我，即係耶穌話你迫害我嗰啲門徒咧，即係等於迫害我咁嘅意思。嗯。起來，站着，我要向你顯現嘅目的係要派你作僕役即係向佢顯現咗之後咧，就原來有任務俾佢喎為你所看見我嘅事，同我將要指示你嘅事做見證人。我亦都要救你脫離百姓同外邦人嘅手。我差你到佢哋嗰度去，要開佢哋嘅眼睛，使佢哋從黑暗中轉向光明，從撒旦權下歸向神，使佢哋因為信我而得到赦罪，同埋一切成聖嘅人同得基業。好啦，你話俾我聽，神喺呢度派掃羅有咩嘅任務啊？做啲咩嘢？第一、第二、第三。第一點係做啲乜嘢？係做乜嘢？一人講一句咧。阿妙雲你有冇嚟到咧？妙雲，你要睇睇。嚟咗。係冇睇。哦，喺度，OK。咁你跟唔跟到啊？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耶係穌派咩問題？佢第一樣派佢做咩嘢？係邊個啊？派阿保羅做乜嘢？我答唔到你，因為我頭先好遲先入嚟。哦，咁唔緊要啦，揾第二個啦，啊，揾第二個啦。揾佩英啦。耶穌派佢做咩嘢？第一樣做咩嘢？做見證人啦。係見證人。好，呢個係一樣嘢，好，非常好。咁Brenda 咧又派佢做乜嘢？你那個係第16節，我睇第17，但是我也要救你脫離。
我也要救你脱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佢要救嗰啲百姓。我救佢脫離百姓同埋外邦人嘅手。好啦，第一就係16節，頭先佩英講咗，為主作見證，即係作主嘅僕役，為主作見證。第二咧就係 Brenda 講17節，救你脫離百姓同外邦人嘅手。差你到佢哋嗰度去。係啦嚇，即係差你去嗰度，但係咧佢哋唔可以傷害你，救你啊，脫離佢哋嘅手。第三方面係做啲乜嘢？到18節，我睇下佢阿 Brenda 係咪你想講？我睇下。好，你問呢個問題就係1節，要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要開佢哋嘅眼睛，使佢哋從黑暗中轉向光明，從係啦，撒旦權下歸向神。讓佢哋完全歸向神。係啦，即係要帶領佢哋信耶穌啊！即係第一就係做見證人，即係為主作見證。第二咧就係救保羅脫離百姓同外邦人嘅手。第三咧就叫阿保羅咧，你要將呢個福音話俾佢哋聽啊，使到佢哋咧因信我咧而得蒙赦罪，同埋一切成聖嘅人同得基業啊，即係得神嘅產業咁嘅意思。好啦，咁呢度寫咗啦，我唔重複啦嚇。嗱，接受福音嘅人呢，四方面啊。第一，從黑暗中得釋放，進入美善嘅光明啊。第二咧，從撒旦嘅權下得釋放，進入神恩慈嘅主權。第三咧，即係從罪嘅後果中赦免啊，即係得到赦免，免除永遠嘅刑罰，從流浪中返回，從得失落嘅產業，即係喺基督裏邊嘅基業，頭先所講嘅。咁呢度即係只不過俾你哋又溫一溫嚇，接受咗福音之後嘅結果係點嘅咧？咁好啦，哇！呢度又好長喎。咁咧19節，好啊，請阿淑賢你讀啊，19、20、21、22、23，一條你讀，慢慢讀。因此，亞基帕王啊，我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我先在大馬士革，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勉勵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為這緣故，猶太人在聖殿裏拿住我，想要殺我。然而我蒙神幫助，直到今日還站立得穩，向尊貴的和卑微的作見證。我所講的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首先從死人中復活，把亮光傳給猶太人和外邦人。好，唔該晒嚇。係佢話我冇違背嗰個從天上嚟嘅異象，即係話喺大馬士革，上帝向佢顯，即係耶穌向佢顯現嘅時候，呢個就係一個異象啦。而呢個異象之後，頭先我哋話俾佢嗰個任務咧，俾佢任務咧就要派佢做僕役，為主作見證，係嘛？又要救，但係咧，主亦都會救佢脫離外邦人嘅手，差佢去嗰度係危險，但係會救佢，同埋咧就要佢向人嚟到傳福音嚇。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佢嘅異象啦。頭先講嗰3點就係佢異象啦。咁就佢真係照做喎。佢就喺耶路撒冷、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佢哋應當悔改歸向神，行事與悔改嘅心相稱。呢個咪就係佢遵行呢個異象嚟到去實踐佢嗰個任務啦。
為這緣故咧，猶太人喺聖殿裏邊捉住我，想要殺我。佢好清楚知道猶太人點解要咁樣對佢嘅，因為佢哋唔接受耶穌。咁你又同埋咧，你以前本來都係法利賽人，同佢哋一樣逼迫嗰啲信耶穌嘅人。點知你而家反倒轉槍頭，唔係殺嗰啲信徒，反嚟咧同佢哋一齊係講福音講嘢啊！所以咧就想殺佢啊！然而即係但係我蒙神嘅幫助，直到今日仲站立得穩，向尊貴嘅同埋卑微嘅作見證。即係話佢知道係神幫助佢，因為頭先講過救你脱離啊嘛，救你脱離百姓同外邦人嘅手。神講過嘅嘢就係照做嘅喎，有做嘅喎嚇。咁所以咧呢度咧就係話。我直到今日都企得穩，雖然啲猶太人喺聖殿裏邊想殺我，但係咧我到今日因為神嘅幫助，我仲可以站立得穩，冇被佢哋殺害。而咧向尊貴嘅王啦，即係好似你咁啦，亞基帕王啦，同埋向一啲卑微嘅人啦，即係平民大眾啦嚇，做見證。我所講嘅咧，唔係外乎，並不外乎眾先知同摩西所講將來必成嘅事，就係基督必須受害，並且首先從死人中復活，將亮光傳俾猶太人同外邦人。佢意思咧，即係唔係淨係講摩西講將來嘅事啊，講舊約講嗰啲，而係咧實實在在介紹人認識基督，話俾人聽基督已經復活啦。要將亮光咧傳俾猶太人同埋外邦人。好嗱，佢話我冇違背那從天上嚟嘅異象咧，表明保羅嘅堅持咧，唔係因為自己嘅覺悟同埋努力，而係因為咧佢睇見並且經歷咗復活嘅主。應當悔改歸向神。嗱，我呢度就想解釋一啲嘅名詞嚇。悔改原文嘅意思咧就係心思嘅轉變。悔改嘅重點咧唔係改善行為。有啲人以為啊，即係你悔改就即係做翻好行為啦咁，而係咧心思嘅回轉啊，嘅心嘅諗法啊。啊嗱，你有冇聽過一啲嘅比喻咧？即係啲人信耶穌咧，就因為咧知道自己一向所做嘅嘢咧係唔啱嘅，所以咧而家要改過，即係而家要歸向神，成為一個新造嘅人喺主裏邊，成為一個新造嘅人，咁先至可以行翻條正路，做啱嘅事。所以有啲人咧就用揸車做個比喻。你如果揸揸下咧，發覺咦嗰條係掘頭路喎，冇路可行嘅喎，咁你點啊？你咪停喺度啊？你會點啊？翻轉頭，翻轉頭咧，你會倒轉頭走翻出嚟啦，揾出路啦，係咪？咁所以咧，有啲人就用呢一樣嘢咧嚟到比喻我哋悔改。悔改就係我知道我所做嘅、所諗嘅係唔啱，我要翻轉頭，我喺基督裏邊翻轉頭，我唔再做嗰啲嘢啦。我要咧做神要我做嘅嘢，信服神嘅旨意，我嘅行為咧先能夠同悔改嘅心相稱。即係話悔改，你話係啊，你悔改啊，認罪悔改啊個心，但係你啲行為表現要同你悔改嘅心相稱喎。即係你係咁講，你個心係咁，你要做出嚟真係咁，人哋先知道你真係悔改，唔係得把口講，係咪？咁咧，佢話人嘅心思如果仍舊向住神之外嘅人同埋事物咧，無論點樣改善行為咧，都係暫時嘅。都唔係真正嘅悔改嚇。你有冇聽過一語之聲成日嗰啲人講見證咧？信咗主之後個脾氣改晒，即係同人嘅關係好晒。以前咧又喺屋企成日發脾氣，對啲仔女啊屋企人就唔好嘅。而家咧就完全改晒，佢啲仔女啊屋企人都做見證。咁呢個咧就係佢悔改嘅心，然之後咧喺神裏邊真正改變佢啊。咁嗱，我就講個應用啦。保羅咧從逼迫教會到開拓教會，從捕捉基督徒到勸人成為基督徒，佢嘅轉捩點就在於遇見復活嘅基督，
人所以能夠悔改係心思嘅轉變嚇，記得唔係淨係行為，你係有行為係嗰個結果，但係你一定要心思嘅轉變悔改，係在乎咧碰見咗主，清唔清楚啊？保羅就係佢主向佢顯現呢個異象，改變咗佢。咁我哋話啊，我哋好似冇見到異象喎，咁但係我哋睇聖經啦，我哋亦都睇到有啲人生命嘅改變啦，咁我哋就知道我都願意歸信主，啊，我係悔改，咁即係等於見咗主啦，啊。咁咧，保羅亦都話啦，佢話猶太人想要殺我啊，但我得到神嘅幫助啊，即係呢個就係上帝幫助佢，因為佢上帝應許過啊嘛，頭先17節嗰度話救你脫離百姓同埋外邦人嘅手啊嘛，啊，以至到可以向尊貴嘅同埋卑微嘅做見證。嗱，眾先知同摩西所講嘅咧，呢度就係即係指舊約聖經嚇，咁即係嗰啲猶太人咧都係接納舊約聖經嘅。咁就係嗱，呢個我話係福音嘅核心就係呢一句啦，就係基督必須受害，並且首先從死人中復活，將亮光傳俾猶太人同外邦人。你有冇留意呢？使徒行傳講親耶穌基督嘅福音咧，都有提復活嘅。記得復活係好緊要嘅，因為基督嘅復活咧就證明佢係真神嚇。好可惜咧，我哋而家啲人講福音咧，成日都冇提到復活，係有提到喺基督裏邊生命嘅轉變，但係你個生命嘅轉變就係靠基督復活嘅大能嚟到去幫你噶嘛嚇。所以我哋同人講福音咧，要記得講埋基督嘅復活嚇。菲斯都咧就認為保羅，喂，你係咪癲咗啊？你個學問太大啦，反為你好似癲晒啊咁。咁呢度咧就指菲斯都嘅個總督咧，從保羅嘅言談咧，睇出佢對律法同埋先知嘅內容有好精辟嘅見解，但係佢又唔明喎，呢個總督佢又唔明阿保羅所講嘅異象啊。咁同埋講死裏復活呢啲嘢，係咪都唔明？因此咧，佢就覺得保羅咧係癲癲地嘅。你嘅學問太大啦，整到你癲晒。其實係佢自己唔明啊。咁保羅咧就話啦：非斯都大人，我唔係瘋咗，我唔係癲咗，我講嘅咧就係真實同埋清醒嘅話。王咧都知道呢啲事㗎嚇，所以即係亞基帕王，你咁熟我哋猶太人嗰啲嘢，同埋即係佢哋從猶太人之後而家耶穌基督嘅嘢，你都知㗎啦嚇。咁所以咧，我對王大膽直講。我深信呢啲事咧，冇一件係能夠向王隱瞞嘅，因為咧都唔喺背地裏做嘅，光明正大嘅嚇。即係耶穌基督向我顯現呢啲光明正大嘅嘢，我周圍同人講係嘛？亞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咩？我知道你係信嘅，即係話佢認為保羅認為呢個阿王咧對猶太人嘅信仰咧都係相當認識，唔單止認識同埋係信嘅添。相信先知係咁咧，嗱嗱，我呢度唔使講啦，擺呢句話實際上係想講亞基帕王啊，你早已經知道耶穌嘅嘢啦，你都相信先知同佢哋嘅預言啦，而家你放下成見啦，將呢兩件事擺埋一起，即係耶穌基督同埋先知預言耶穌基督嘅降生、耶穌基督嘅復活，呢啲嘢冚唪唥擺埋一齊。揾出合理嘅結論，作出正確嘅選擇啦。即係話你要信耶穌咁解嚇。咁阿基柏咧就對保羅話：誒，你想講下講下，勸下就勸到我信耶穌啊？咁其實咧，好多人咧都好似阿基柏王嘅心態，有啲咧就礙於面子啊，因為咧佢要喺眾人面前接受，即係承認佢係有罪，係罪人。要歸向基督，有啲人係唔肯嘅，礙於情面，咁咧就怕被勸咧而做咗基督徒。另外有啲咧心裏邊係受到感動，就覺得做基督徒都唔錯，但係咧又諗下，咁我做咗基督徒又點咧？咁啊，即係有我周圍啲人點樣睇我咧？咁所以咧就猶豫不決，遲遲都唔肯決志信主啊。呢個係講一般人啫嚇。
咁亞基帕點解咁嘅？係啦。OK，好。咁保羅咧就話，無論少勸仲係多勸，我向神所求嘅，不但你一個人，就係今日所有聽我說話嘅人都要好似我一樣，即係話都好似我咁樣信耶穌啊。只係咧唔好有呢啲鎖鏈啊，唔好即係鎖住啊。咁即係話，無論你少勸多勸，即係無論用幾多時間嚟到勸人信主，希望你哋咧都信咁嘅意思。於是咧，王同總督以及百尼基啊，即係好似佢嗰個王帶埋嚟嗰個人啊，同座嘅人都企起身，退到裏面彼此喺度傾啦。你呢個人其實真係冇犯咩嘢該死該監禁嘅罪喎，即係話以我哋羅馬嘅律法，根本佢冇犯呢啲喎，係咪？咁亞基帕咧就對菲斯都話：呢個人如果冇向凱撒上訴咧，早就被釋放㗎啦。咁即係話。不過佢又要向凱撒上訴，所以我哋又要帶佢去到羅馬，即係咁啊。保羅既然已經表示要上訴，咁就只好遵循法律嘅程序去做，而唔能夠因為佢冇罪就釋放佢。啊，即係原來佢哋羅馬對嗰啲嘅人咧係咁樣嘅，佢哋唔可以就咁樣釋放，就算話佢冇罪都唔可以釋放，因為佢要求要去到羅馬上訴啊嘛，係嘛？咁從表面睇，如果保羅佢冇要話上訴嘅去羅馬嘅，咁而家可以得到釋放啦。咁係咪佢上訴啊？應該唔係上告，係多餘嘅咧？但係實際上，如果佢唔上告，即係唔上訴嘅話咧，就或者都得啦，上告啦，呢度都你哋都明㗎啦，就會被解送翻耶路撒冷並且遭害喎。即係如果佢唔去羅馬，翻去耶路撒冷，你未記得佢嗰個侄啦係咪？即係知道有啲人想埋伏，沿途殺佢㗎嘛。所以如果佢唔去羅馬，翻耶路撒冷，沿途真係會受遭害嘅喎，亦都根本就冇機會向亞基帕王作見證。啊！即係如果佢早早已經釋放咗佢，菲斯都呢個總督覺得佢都冇錯嘅，冇犯羅馬律法，放咗佢啦咁佢咪冇機會而家咁企喺呢個亞基帕王面前做見證咯。啊！咁我哋就到係啦，26章咧就係講咁多啦。啊！咁有冇問題啊？有冇嘢想分享啊，或者補充啊？即係呢一個26章咧，其實你哋都識㗎啦，係咪？不過咧，你當重溫啦，當一個溫習重溫啦，係嘛？嗯。咁但係咧喺呢一度咧就真係睇到保羅咧，佢嗰個真心見咗耶穌呢個異象，佢就歸向主。然之後咧，佢真係盡心盡力，上帝吩咐佢嗰3樣嘢啊。佢咧為主作見證，而上帝咧就話救佢脱，你去，我差你去外邦人嗰度，不過我會救你嘅嚇。咁同埋第三方面咧，就係要向人講福音，唔單止做見證，好似行動上，但係要真係口暢心和咁講福音，等人認識信耶穌係咩一回事。咁清唔清楚啊？我哋就嚟睇完使徒行傳咯喎。我想問問你哋，你哋想睇啲咩嘢？舊約抑或新約啊？舊約抑或新約啊？諗一諗啊！新約咧，我就想加拉太書，因為都係保羅嘅。如果舊約咧，就好多歷史㗎啦，唔知你有冇咁嘅耐性？好長嘅嚇，撒母耳記上下、列王記上下呢啲好多歷史嘅。所以你諗一諗啊，你哋而家因為冇咗黃牧師喺度，請外來講員，係咪變咗？嗱，我知有黃牧師以前咧，我睇過你哋講道嗰度，佢係即係連貫性講一卷書嘅。咁但係你而家請外邊嗰啲講員，人哋未必係咁樣講一卷書嘅喎，係咪有唔同嘅題目嘅咧？即係我諗係華基俾佢嘅係咪？唔會話請個講員嚟隨你講乜啦，咁人哋都唔知你要乜係嘛？咁
係咪即係你哋俾個題目佢，咁佢照住講，但係就不一定係按住書卷咁講啦，就係個題目係咪咁樣啊？啊，你哋想崇拜，知唔知係咪咁啊？唔係好清楚。啊，阿淑賢你話？我都唔清楚佢係自己主意定係教會俾佢。咁佢係咪一個個題目咁講㗎？係啊，一個個。係啦，即係唔係一卷書咁嘅。係啊，唔係。我問問阿 Wilson 咧嚇，咁你哋想諗一諗啦，下次先話俾我聽啦。想讀係舊約啊，即係新約好啲咯，新約好冇咁多啲，歷史記咯。即係同埋比較接近。係啦，係啦，係啦。OK，好啊，咁啊，可能同你哋講加拉太書啊，加拉太書有一啲都係比較難啲明嘅，不過都可以明嘅啊。咁我哋一齊祈禱先啦，好嗎？感 OK，謝神俾我哋今日嘅學習嚇。天父，我哋多謝你俾我哋今日能夠再一次重溫保羅佢係見到基督嗰個異象，同埋佢得到神俾佢嘅任務，佢都係冇違反咗從天上而嚟嘅異象，佢都係遵守神嘅吩咐，向猶太人、向外邦人嚟到傳揚福音，為主作見證。求天父幫助我哋，亦都真係知道今日你擺我哋喺邊一個崗位，遇到啲咩人，都係有你嘅意思。我哋都要向嗰啲周圍嘅人嚟到見證主，向佢哋傳福音，都係仰望交託俾你，奉耶穌名求。阿門。好，咁就我哋今日到呢度啦，嚇，我哋 OK。下個禮拜再見。